哎呀，麻婆，我膊頭好痛啊！大家好，我係張立同中醫師，今日咧就講一講肩周炎呢個問題。肩周炎咧喺傳統中醫學上嚟講咧，一般就以局部嘅關節活動屈伸不利為主要嘅診斷。中醫咧傳統就認為肩周炎嘅發生咧同肩膊受到風寒嘅侵襲有關係嘅，所以咧另外有個名佢亦都叫做凍型肩，同寒有關嘅。另外一個同風有關嘅名叫做露肩風或者漏肩風。而呢個病傳統上面一般咧就係50歲以上嘅人比較好發一啲，所以我哋另外有個別稱叫做50肩，我相信大家都聽過噶啦。咁但係咧，由於而家大家返工嘅時間又長啦，做嘅嘢又複雜啦，肩周炎呢個問題亦都喺年輕一輩嗰度咧就發生多咗，有年輕化嘅趨勢，所以大家要多加小心。一般肩周炎嘅診斷咧，以3個動作去檢查為主要啦。第一個咧咁樣，第二個咁樣，第三個咬去後面。咁呢3個動作裏面咧，如果有一個做唔到或者發生疼痛嘅話咧，我哋都可以診斷佢為一個肩周炎。但係咧，如果單單以呢一個作為一個診斷標準嘅話咧，臨床上面治療嘅方案未必會做得好好。點解咧？因為其實實質上喺臨床上面咧，我哋可以見到真正嘅肩周炎或者一個類肩周炎嘅一個問題。咩叫真正嘅肩周炎咧？代表緊佢個關節腔裏面已經發生咗咩韌帶、肌肉成個嘅架構發生黏連，佢係直頭係喐唔到嘅。任你點樣去冇佢嘅話咧，都唔係好好嘅一個進展。而類肩周炎咧，佢以活動到某一個程度嗰陣時發生疼痛為主要嘅一個病徵。咁我哋咧診斷上面或者治療上面都可以得到一個好快嘅緩解。咁而類肩周炎頭先講咗啦，就好快可以緩解啦。但係真正嘅肩周炎咧，需要2至3年先會得到一個真正嘅康復。咁中間我哋可以為佢做啲咩咧？就真係令佢疼痛舒緩，等到佢關節腔裏面嗰啲咁嘅黏連嘅組織可以慢慢軟化啦，咁先去增加逐步佢嘅活動空間，咁先係一個最好嘅方法。